你有冇試過深夜起身去廚房斟水，眼角餘光掃過牆角，見到一條灰褐色嘅小小身影，霎時又頭皮發麻？又或者朝早起身撞見廳里牆角爬過一隻壁虎，你第一反應就係尖叫，隨手抄起掃把或者拖鞋，心裏邊仲要罵一句真晦氣。呢啲爬蟲又爬入屋，我同你講，如果你真係咁做，你隨時親手將送上門嘅潑天富貴硬生生打散晒。好多人唔知係古人嘅智慧入面，天底下冇任何一件事係無緣無故發生嘅，一朝一暮皆有靈性，一動一靜皆有緣由。呢隻令你害怕、令你嫌棄嘅小小生物，根本唔係什麼普通爬蟲，佢係宇宙派嚟敲你屋企大門嘅靈性信，使佢嘅出現只預示住一件事，你身上你屋企積攢咗好耐嘅沉悶、壓抑卡頓嘅磁場，馬上就要迎嚟一場翻天覆地嘅大逆轉。呢個係一個高頻嘅吉祥信號，但係90%以上嘅人，因為害怕、因為無知，一掃把落去就將送到家門口嘅福氣打散晒。宇宙嘅能量最講究同頻共振。若你最近生活處處碰壁，諸事不順，夜裏難眠，心口似壓咗塊大石，今日刷到呢篇內容，絕非偶然，係你嘅高維智慧，係指引你順手點個讚。呢個唔係形式主義，而係能量學上嘅同頻確認。按下瞬間，你嘅潛意識就同呢份吉祥磁場建立鏈接，如鎖匙般激活你屋企沉睡嘅風水能量。想接住福氣嘅話，不妨喺評論區打出時嚟運轉4字，每一字都係向宇宙落訂單，為自己凝聚福氣，用意念突破當下。卡點覺得我喺度亂講嘅朋友，你而家就可以劃走。但係如果你願意留低聽完我講嘅呢啲道理，我會從儒釋道德根上，從千年歷史入面智者嘅命運轉折你，將呢隻小壁虎身上藏住嘅5重天機，一層層剝俾你睇。尤其係第3重斷尾求生嘅智慧，直接戳穿咗所有窮人、所有困喺死局入面嘅人嘅致命死穴。你只要聽懂咗，哪怕只做到一條，你嘅財運同貴人都會喺接下嚟嘅日子裏換一種你想都想唔到嘅方式出現喺你嘅生命入面。好，我哋先將心靜落嚟，要解開呢個謎。得先證明一件事，古人灌壁虎唔叫壁虎，叫守宮。呢2個字可太有講究啦。守係守護、鎮守宮，喺古代唔係指皇宮，而係你嘅家宅，係你身心居住嘅地方。所以守宮翻譯過嚟，就係守護你家宅平安、鎮守陽宅氣場嘅神靈之物。呢個唔係我亂編嘅，喺博物志同好多古代風水典籍入面都有記載。嗰陣時嘅高門大戶，甚至會喺房梁上刻畫守宮嘅圖騰位嘅，就係借佢一份鎮得住嘅氣場。可惜到咗而家，我哋將佢當成咗害蟲，當成咗裝嘢呢，真係天大嘅誤解。你仔細睇過壁虎嘅習性未？佢嘅一舉一動簡直係活脫脫嘅國學教科書。第一，佢晝伏夜出，日頭你從來見唔到佢出嚟亂逛，佢唔同你爭地盤，唔礙你嘅眼，唔嘈不鬧。等到夜深人靜、陰氣濁氣下沉嘅時候，佢先至悄無聲息咁出嚟活動。呢種作息暗合咗道家之白手刻嘅智慧，喺光明顯眼嘅地方收斂鋒芒，喺無人看見嘅暗處默默蓄力。第二，佢唔搞破壞，佢唔似老鼠咬爛你嘅櫃桶，唔似曱甴爬過你嘅飯碗，佢就靜靜咁待喺牆角，有時候成晚都喐都唔喐。你知唔知佢喺度做乜？佢喺度守住嗰個位置嘅安定，佢唔喐，嗰個角落嘅能量就唔會亂。第三，佢專吃污穢之物，佢食嘅係乜？蚊子、蒼蠅、飛蛾。喺能量學入面，呢啲蚊蟲飛蛾就喺屋企入面陰氣、濁氣、病氣嘅化身，佢哋嗡嗡亂飛，擾亂你嘅心神，污染你嘅氣場。而壁虎趴喺牆上就係用佢嘅生命替你清理屋企入面睇唔見嘅能量垃圾。一隻壁虎一晚可以食幾十隻蚊子，你諗下佢幫你擋咗幾多煩惱？呢種作風，
完美契合咗儒家講嘅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佢做最實在嘅事，守護你嘅屋企，守護你嘅安寧，但係從嚟唔向你邀功，甚至唔讓你發現佢嘅存在。佢唔需要你餵食，唔需要你多謝，佢只係喺做自己該做嘅事。反過嚟睇下，我哋現代人做咗芝麻綠豆大嘅事，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發朋友圈求讚。做件好事就要拍片放上網，結果呢，招來嘅唔係尊重，而係知道同埋小人。壁虎教你嘅第一課就係喺你未有足夠實力、未到成熟時機之前，要學識好似佢一樣喺黑暗入面默默蓄力唔張揚，先至係最大嘅安全。不露鋒芒，先至可以躲過嗰啲無妄之災。你諗下你身邊嗰啲真正有錢、真正有本事嘅人，有幾個係日日喺朋友圈晒呢樣嗰樣？真正嘅高人都好似壁虎一樣，趴喺你睇唔見嘅角落入面，悶聲發大財。反而嗰啲日日咋咋呼呼，恨不得全世界都關注佢嘅人，往往都係外強中乾風，一吹就到。繼續講壁虎嘅智慧，你見過佢爬牆未？幾咁光滑嘅牆壁，幾咁高嘅天花板，佢都可以肚皮照倒掛住如履平地。佢靠嘅係乜？佢冇鋒利嘅爪，冇吸盤，冇翅膀，佢靠嘅就係身體嘅極度柔軟。老子喺《道德經》入面講過，天下無若於水而攻堅長者，莫之能生。話人之生也，有若其使也堅長；萬物籌木之生也有隨，其使也枯槁。故堅長者士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壁虎就係水嘅化身，佢從來唔同牆壁硬頂，牆係硬嘅。佢就係牆有稜角，佢就順咗稜角改變自己身形。呢個就叫順應因緣，借力打力。呢一點簡直就係打咗絕大多數現代人嘅面。我哋活得太硬太剛啦，職場上面遇到坎，你同領導硬頂，結果丟咗飯碗；夫妻嗌交，你同愛人硬剛，贏咗道理，輸咗感情；同仔女較勁，你越硬佢越叛逆。甚至仲同命運硬剛挨耶，酗酒轉牛角尖，最後搞到自己一身病。你渾身大刺，睇邊個都唔順眼，結果就係處處碰壁，撞到頭破血流。我見過太多咁樣嘅人啦。之前有個粉絲嚟找我，38歲嘅男人喺公司做咗10年，技術一流，但係就係升唔上去。點解？就因為佢太剛啦。開會嘅時候，領導講一句，佢頂3句。方案有少少唔合佢心意，佢就拍台發脾氣。佢覺得自己係對嘅，係為公司好。結果呢，俾佢遲來8年嘅後生仔都做上總監啦。佢仲係個高級工程師。舊年公司優化第一個裁嘅就係佢。佢哋問我點算，我同佢講：你先學阿壁虎，將身段軟落嚟，唔係叫你冇原則，而係叫你換一種方式去溝通。佢聽咗之後，翻去改咗半年。而家新公司嘅老闆好器重，佢人工仲比之前高咗30%。壁虎趴喺牆上，就係用佢嘅肉身同你講緊呢個道理。當命運俾你一道光滑嘅牆，讓你抓唔住爬唔上嘅時候，你要做嘅唔係憤怒，唔係焦慮，而係將身段放遠，將心態放平，順着佢嘅力度去走。牆係斜嘅，你就斜住走；牆係倒嘅，你就倒住爬，唯有柔軟先至可以喺任何高低唔同嘅境遇入面都活得安然自在。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諗，老師你講嘅都啱，但係天底下咁多壁虎，點解佢偏偏爬入我屋企隔籬鄰舍？點解冇呢個問題？問到咗核心，亦都問到咗玄學入面一條鐵律：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我同你講，大自然入面有靈性嘅生物，對環境嘅感知力比人類強1萬倍。你屋企會有壁虎嚟，唔係因為你屋企潮濕，唔係因為你屋企邋遢，恰相反，係因為你屋企最近嘅能量場正喺度悄悄發生一種良性嘅蛻變。你仔細回想下，最近呢1個月，你嘅心態係唔係有咗啲變化？可能你開始學識唔同老公嗌交啦，可能你做嘢學識忍耐啦，可能你突然諗通咗某件糾結咗好耐嘅事，
又或者你只係喺某一個深夜同自己講咗一句，算啦，唔較勁啦。你心入面一剎那嘅平和、接納、放下嘅念頭一動，你屋企呢個空間嘅氣就開始由濁變清，呢股清靜祥和嘅氣就好似花香一樣散播出去，就將只有靈性嘅壁虎吸引咗過嚟。靈物不入空宅。反過嚟講，如果一個家庭日日冷戰，夫妻之間除咗埋怨就係沉默，父母同仔女摔碗砸鑊，屋入面充滿怨氣、怒氣同恨意咁樣糟糕嘅磁場，對有靈性嘅動物嚟講就係毒氣，佢躲都躲唔切，點會爬入嚟？所以壁虎嘅到來唔係災難，恰恰係宇宙俾你屋企風水發嘅一張高維認證證書。佢喺度話俾你知，你做對咗你最近嘅心態，你屋企嘅氣場已經達到咗一個吉祥靈物願意駐足嘅標準。呢個唔係偶然，呢個係你命運要開始上揚嘅第一個信號。接下來要講嘅係壁虎身上最震撼、最扎心，亦都最實用嘅一項本領——斷尾求生。你試下諗下呢個畫面，一隻壁虎正喺牆上靜靜咁待着，突然遇到天敵，比如一條蛇或者一隻貓，甚至係一隻就要踩落嚟嘅腳生死，就喺一線之間。佢冇任何時間猶豫，冇任何時間悲傷，冇時間去諗我條尾巴跟咗我咁多年，我捨唔得，佢會點做？佢會劇烈咁搖晃自己嘅身體，喺0點幾秒之內，用盡全力將自己嘅尾巴硬生生斷掉。嗰截斷咗嘅尾巴掉喺地上，拼命咁扭動彈跳，好似一條活蹦亂跳嘅蟲子，瞬間就吸引咗天敵全部嘅注意力。而壁虎嘅本體就忍住斷骨嘅劇痛，迅速逃之夭夭，保住咗自己條命。你仔細諗下呢個過程，佢唔係唔痛，佢係痛到極致，但係佢知道如果唔敢做，今日命都冇咗，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佢喺一瞬間就做出咗最正確嘅選擇。呢個喺佛家哲學入面叫乜？叫破執，叫捨離，叫大捨。為咗保存最核心嘅生命，佢敢於捨棄自己身體嘅一部分。佢唔怕痛，唔怕失去，因為佢知道只要命仲喺，只要根本仲喺，過唔到幾耐，一條新嘅更完美嘅尾巴就會重新掙出嚟過。截斷佢嘅尾巴唔係生命嘅終結，而係重生嘅代價，係成長嘅勳章。而家請你將鏡頭從壁虎身上移開，照下我哋自己。你點解活得咁攰？點解總覺得被命運叉住喉嚨？點解日日喊住要轉運，但係好運就係唔嚟？因為你乜都捨唔得，你捨唔得嗰段早就爛透咗嘅感情。明明對方已經唔尊重你，唔關心你，甚至喺出邊有人，甚至對你動手，但係你一諗，我哋都喺埋一齊3年啦，我為佢付出咗咁多，有時分手咗，人哋點睇我仔女點算？你就咬咬牙繼續忍，結果呢，你被呢段腐爛嘅關係折磨到失眠、抑鬱、懷疑自己。你嘅能量每日都俾嗰個人吸乾。你去睇下鏡入面嘅自己，係唔係呢幾年老得特別快？相由心生，你嘅苦相就係俾呢段爛關係一日一日刻上去嘅。你捨唔得份雞肋一樣嘅工，日日加班到深夜，老闆仲日日 PUA。你人工3年都冇漲過，你睇唔到任何希望，但係你一諗辭職就諗房貸點算？萬一唔到更好嘅點算？我都喺度做咗8年啦，再忍下啦，你就又縮咗翻去，結果你嘅青春、你嘅熱情、你嘅創造力，全喺份毫無希望嘅工入面俾熬乾咗。你每日朝早去翻工嘅心情，比上山拜山仲沉重。你嘅人生就咁一日一日被消磨掉，你甚至捨唔得過去嘅錯誤。3年前投資虧咗一筆錢，到而家仲日日懊悔，日日諗如果當初唔投就好啦。5年前講過一句蠢話，到而家仲反覆喺腦入面回放。10年前錯過咗一個人，到而家仲耿耿於懷。你嘅能量全被吸到過去，被嗰啲已經無法改變嘅事牢牢鎖死你，邊有精力去創造未來？你嘅雙手抓滿咗過去發臭嘅垃圾同消耗你嘅爛人。
宇宙就算想將滔天嘅富貴同嗰個真正愛你嘅正緣遞到你面前，請問你仲邊有隻手去接壁虎，用佢嘅斷尾喺牆上為你刻咗4個字：不捨不得。不捨舊尾巴就長唔出新尾巴，不捨爛感情就等唔到真緣分，不捨垃圾工就遇唔到好平台，亦不捨過去嘅錯就睇唔到未來嘅路。我再講得狠啲，好多人之所以窮，唔係因為命唔好，係因為佢太貪啦。呢個貪唔係貪錢係貪多，乜都想要，乜都唔肯刁難人，想留咗備用難事，想等就反轉，爛心情想等佢自己好結果呢，爛人爛心情撈埋一齊，將你嘅磁場搞到一團糟。你越是抓着唔放，佢哋就越似沼澤一樣將你往下拽。等到你終於想鬆手嘅時候，你已經陷到心口啦，想爬都爬唔出嚟。斷尾求生嘅核心就2個字：止損。不管之前投入咗幾多，只要呢樣嘢而家喺度消耗你，喺度往下追你，你就即刻斷，即刻走，1秒都唔好猶豫。你唔好去諗，我已經花咗3年時間啦。你越諗呢個斷，你就越會再花3年沉沒成本。唔係成本，佢只係你已經輸掉嘅賭注。你只有贏咗呢一局，先至有機會去下一局贏翻嚟。如果你覺得斷尾只係動物嘅求生本能，咁你就太睇小天道啦。你去翻下中華5000年歷史嗰啲，真正笑到最後福澤子孫嘅大智者，個個都係斷尾嘅高手。第一個就係范蠡，佢幫越王嗰個柯生特滅咗吳國，所功高蓋世，按道理應該享受榮華富貴、封侯拜相、金銀財寶萬人之上。但係范蠡喺人生最巔峰嘅時候，敏銳咁察覺到勾踐呢個人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富貴。佢做咗一個所有人都睇唔懂嘅決定，斷尾。佢連夜辭掉宰相之位，散卒財，帶着卑詩一葉扁舟，消失喺太湖嘅煙波入面。當時所有都覺得佢封咗咁大嘅官，話唔要就唔要，咁多嘅錢，話散就散。結果咧，佢唔單止保住咗條命，仲改咗個名叫陶朱公，3次經商成為首富，又3次散盡家財俾窮人，瀟瀟灑灑活咗一輩子，俾後人尊為財神。而嗰啲捨唔得權力，賴喺朝堂上唔走嘅同事，比如文種係一把刺死嘅寶劍，一個斷尾求生，一個斷頭求死，差別就喺一念之間。范蠡斷嘅係尾巴，保嘅係命；文種保嘅係把雕係命。第二個就係漢初嘅張良，劉邦打下天下，大封功臣，所有人都爭住搶住要最大嘅封地、最多嘅黃金、最肥嘅差事。只有張良主動向劉邦請求：我唔要萬戶侯，你將嗰個最窮最偏僻嘅劉縣俾我就得啦。我想去修道學仙。佢又一次完美咁斷咗尾。結果咧，韓信被殺，蕭何被落獄，嗰啲爭功爭地嘅功臣冇幾個有好下場，只有張良得以善終。佢嘅智慧同謀略被寫成兵書，流傳千古，福澤後代。第三個就係清朝嘅曾國藩，佢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手握幾十萬湘軍，功高震主，換咗一班人早就飄飄然啦，覺得自己係天下第一功臣。但係曾國藩做咗乜？佢主動向朝廷請求裁撤湘軍，將自己嘅兵權交出去。佢知道手裏住咁多兵，皇帝夜晚都瞓唔好覺，與其等皇帝嚟收拾你，不如自己先斷咗呢條尾巴。結果呢，佢保存咗自己同成個家族，成為晚清中興名臣入面唯一善終嘅人。曾氏家族到而家都興旺不衰。古人早就將呢個天道規律總結成8個字：亢龍有悔，月滿則虧。天底下冇永遠唔謝嘅花，亦都冇永遠圓滿嘅月亮。你死死抓着唔放嘅，恰恰就係最後將你拖落深淵嘅真正嘅強大。唔係你擁有咗幾多，而係你敢於主動放棄幾多。懂得喺頂峰時退讓，喺危機時割肉，喺錯誤時認輸嘅人，先係掌握咗命運主動權嘅頂級玩家。所謂嘅斷尾，從來都唔係失敗，而係為咗下一次更完美嘅重生，喺度蓄力好。
我哋再睇下壁虎嘅另一個神蹟，倒掛天花板。你諗下，佢肚皮朝天，就靠四隻細細嘅爪恰附喺光滑嘅表面上，唔單止唔會掉下嚟，仲可以快速爬行。科學解釋話，呢個叫范德華力，係佢腳掌上幾億根微絨毛產生嘅分子引力。但係單從玄學同修行嘅角度睇，呢個就叫極致嘅專注力。你睇壁虎喺牆上經常一趴就係幾個鐘頭，喐都唔喐。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喺度偷懶，喺度瞓覺，佢喺度修訂佢嘅身體完全靜止，但係佢嘅覺察力已經拉到最滿。周圍空氣入面，哪怕有一隻蚊子扇動翅膀，哪怕有一絲微弱嘅氣流變化，都逃唔過佢嘅感知。一旦鎖定目標，就係雷霆一擊，百發百中。呢個就叫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我見過好多成功嘅企業家、頂尖嘅運動員、厲害嘅藝術家，佢哋身上都有一個共同嘅特質定，佢哋可以喺嘈雜嘅環境入面瞬間靜落嚟，可以喺巨大嘅壓力之下保持內心平穩，可以喺所有人都慌嘅時候做出最冷靜嘅判斷。呢種能力唔係天生嘅，係修出嚟嘅。反過嚟睇下而家嘅我哋，你係唔係每日一睜眼就攞起手機，被短視頻碎片化信息轟炸到頭昏腦脹？做嘢嘅時候想刷朋友圈，讀書嘅時候想覆微信，陪仔女嘅時候仲掛住股票，食飯嘅時候仲喺睇劇。你嘅心係散嘅，氣係浮嘅，能量被切割成無數個碎片，每一塊都極其微弱。你就好似一部同時開咗幾十個程序嘅電腦，每一個程序都喺度轉，但係邊個都轉唔動，最後直接死機。一個冇定力嘅人係生唔出智慧嘅。你做任何事都想熟成上一夜暴富，今日跑步，聽日就想瘦；今日念佛，聽日就想發財；今日學個機能，聽日就想升職加薪。結果就係3日打魚2日曬網，一地雞毛，焦慮不堪。你日日處於咁樣躁動嘅狀態入面，你嘅心就好似一潭被攪勻嘅泥水，你乜都睇唔清，你睇唔到商機，睇唔到危險，甚至睇唔到自己嘅心喺度諗乜。你只可以每日喺焦慮入面殺枝藤，煩惱越嚟越重，身體亦都越嚟越差。壁虎趴喺牆上，就係用佢嘅肉身同你開示修定，係叫你走去寺廟關埋門打坐，亦都唔係叫你乜都唔做光等咗，而係叫你喺紛繁複雜嘅紅塵世界入面找到一件對嘅事，然後好似佢趴喺牆上一樣，心無旁騖咁扎落去。外界點變點亂，嗰係外界嘅事，只要你嘅內心唔亂，嗰啲唔好嘅變化就永遠傷唔到你。你頂得住你嘅智慧同福報，自然就會好似泉水一樣，源源不斷咁湧出嚟。佢倒掛喺空中，完全唔睇周圍，唔羨慕天上飛嘅雀，唔知道地上跑嘅蟲，更唔怕自己會掉下去。佢只專注於當下嘅每一步，每一隻腳趾嘅抓力。佢爬行嘅時候絕對唔會分神諗聽日去邊度抓蒼蠅，又或者隔籬嗰隻壁虎係唔係比我過得好。佢就活喺當下，全然咁徹底咁活喺當下。你如果都可以咁樣將羨慕人哋嘅目光收翻嚟，將焦慮未來嘅心放落嚟，將後悔過去嘅情緒忍掉，就受咗你嗰行嗰門技能，嗰個家庭一步一個腳印將佢做到極致。你唔需要比人快，你只需要比人耐生年。5年之後，當你驀然回首，你會發現自己早喺不知不覺之中脫胎換骨。總有一日，你都可以喺自己嘅人生低谷入面上演一出逆天改命倒掛乾坤嘅好戲。接下來係壁虎嘅第5重智慧。關於選擇，你有冇發現壁虎從來唔待喺極熱嘅地方，比如暴曬嘅陽台、火爐旁邊、夏天嘅鐵皮屋頂。佢亦都從來唔待喺極寒極陰嘅地方，比如陰暗潮濕嘅地下室、長滿青苔嘅水溝邊、常年唔見光嘅背陰處。佢永遠待喺溫潤通風、氣流最柔和嘅地方，亦即係陰陽交泰、唔冷唔熱嘅中間地帶。呢個觀察太重要啦。
壁虎用佢嘅棲息地選擇，同我哋上咗堂生動嘅生存智慧課。佢唔去極端嘅環境，因為極端嘅意味嘅風險，太熱會脫水，太冷會凍僵，太燥會不惡，太陰熱去嗰個乾曠好嘅地方。呢一點完美契合咗儒家研究咗1000年嘅最高智慧。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法，謂之中法而皆中，至謂之和。做人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孔子亦都講過，過猶不及，太多同太少都唔好，剛剛好先至係最好。而家我哋睇下人與人之間命運點解差別咁大？好大一部分原因就係性格走到極端。一個人嘅性格如果太剛太暴、太直太硬，就好似一條乾燥嘅枯枝，睇住挺硬，但係風一吹，咔嚓就斷咗。呢種人容易招惹是非，官非小人，命途多舛，行到邊度都碰壁。你去睇嗰啲動不動就同人嗌交、同領導頂嘴、同屋企人發火嘅人，有幾個過得好？佢哋嘅能量全消耗喺對抗入面邊，有精力去建設自己嘅生活。反過來，一個人嘅性格如果太軟太面太好說話，冇底線，就好似一灘爛泥，邊個都可以過嚟踩一腳、捏一下、坐一下。呢種人一輩子委曲求全，活唔出自己，福報亦都難聚。貴人嚟咗都待唔住，因為貴人都係人，佢都希望幫嘅人係有骨氣可以企起身嘅。你軟得好似一灘水，貴人想扶你都扶唔起。而且太好說話嘅人最容易吸引啲欺負你嘅人，因為你好欺負啊，唔欺負你欺負邊個？真正可以成大事嘅人一定係外柔內剛嘅。你睇壁虎行路，身段極度柔韌輕盈，遇到場面有弧度，佢就順咗弧度彎曲，身體從來唔硬頂。呢個就係佢嘅處世之道，唔傷人唔輸敵，圓融無礙，讓所有人都覺得舒服。但係當佢嘅爪扣住牆壁嘅時候，力量又極度剛強，揸地極穩，再滑嘅玻璃都甩唔甩佢。呢個就係佢嘅內心原則，底線信仰絕對唔動搖。呢個就係我哋做人做事嘅終極境界，外內方。你嘅態度，你嘅溝通方式，你說話嘅語氣，你面上嘅表情要似水一樣柔軟圓融，人哋先至願意接近你，願意幫你，願意同你合作。但係你內心嘅信念，你做人嘅底線，你唔可以觸碰嘅原則，要似鋼鐵一樣堅硬，人哋先至會真正尊重你，唔敢欺負你，唔敢輕視你，將柔和剛嘅比例調對咗，你人生呢盤棋先算真正活咗太刮硬，你嘅命運就會很硬，容易碰碎，容易折斷，太軟弱，你嘅命運就會隨波逐流，俾人牽着走，活唔出自己。只有將柔和剛完美結合喺一齊，你先至可以喺任何高低唔同嘅境遇入面都活得安然自在，進退有道。講咗咁多，我知道你最關心嘅就係老師，道理我都懂咗，咁我具體要點做先至可以接住呢份福氣？壁虎嚟咗，我要燒香咩？要擺啲乜嘢嗎？方法簡單到不可思議，就12個字，唔好害怕，唔好傷害佢體悟。下次再見到屋企嘅壁虎，千祈唔好尖叫，亦都唔好拿殺蟲劑噴佢，更唔好用拖鞋去拍佢。佛家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你唔好淨係將佢當成一隻醜陋嘅爬蟲，你就喺心入面默默同佢講一聲多謝，多謝佢嚟提醒你，多謝佢嚟送福。然後反觀自身，問自己5個問題，呢5個問題就係佢帶嚟嘅5重天機，亦都係你每日嘅改運功課。第一，敬我今日對人對事對生命，心存敬畏未？有冇因為情緒傷害咗身邊嘅人？有冇喺背後議論人哋？有冇睇唔起唔弱自己嘅人？有冇唔尊重父母、唔尊重師長？敬畏心係一個人福氣嘅根基。冇敬畏心嘅人，乜都敢做，乜話都敢講，最後一定係自己將自己做死。第二正，我今日嘅內心係寧靜嘅，仲係浮躁嘅。有冇俾人哋一句話就搞得唔得安寧？有冇因為少少個走得唔得安寧？因為少少事就炸冇？有冇深夜刷手機刷落嚟就心慌？
靜唔落嚟嘅人，定力一定差；定力差嘅人，乜事都做唔成。第三，成我今日對自己真誠未？對人哋真誠未？有冇戴住面具講假話？有冇為咗迎合人哋而委屈自己？有冇對自己撒謊？明明唔愛啦，仲呃自己話仲可以過真誠，係通向高維能量最短嘅路。你呃得到人哋，呃唔到自己，呃唔到宇宙。第四行，我對認定咗嘅事，堅持咗未？仲係遇到少少困難就3日打魚2日曬網，係唔係又開始走借口偷懶？係唔係見到人哋賺錢就眼紅想換賽道？恒心係普通人翻身唯一嘅籌碼。你冇天賦、冇背景、冇資源，你唯一可以拼嘅就係俾人多熬一口氣。第五，忍遇到唔順心嘅事，我忍住咗未？仲係即刻好似個火藥桶一樣炸咗？有冇因為一時衝動講出收唔翻嘅話？有冇因為忍唔住鬆口氣而壞咗大事？忍唔係懦弱，係蓄力。忍下當下嘅委屈，係喺為你日後嘅爆發積攢能量。能夠忍大肉嘅人，一定有大福報喺後面呢5個字：敬正誠行忍，就係壁虎用佢一生嘅活法喺牆壁上為你寫下嘅改運真經。你唔需要去寺廟燒香，亦都唔需要找大師睇風水，你只需要每日瞓覺之前用呢5個字，好似鏡一樣照下自己。你今日做到咗幾個？邊個冇做到？聽日點改戰？哥哥，你可以堅持1個月，我敢打包票。你會發現你嘅心態變咗，你嘅氣質變咗，你身邊人嘅態度亦都變咗，你嘅運勢如果仲唔轉，咁真係天地不容。我哋成日執着於外在嘅風水花大錢，請貔貅、擺魚缸、改大門、買水晶、掛葫蘆，屋企擺咗一堆嘢，心入面仲係一團糟。但係我今日必須同你講一個真相，天底下最好嘅風水，從來唔係牆上掛嘅八卦鏡，亦都唔係桌上擺嘅銅葫蘆，更唔係你戴嘅嗰串手串，而係喺你自己嘅心入面。一個人如果心亂咗，充滿怨恨同焦慮，就算讓佢住喺風水最好嘅皇宮入面，佢都可以將屋企嘅磁場折騰到烏煙瘴氣、雞飛狗走。一個人如果心境平和，心存善念，常懷感恩，就算佢住喺一間簡陋嘅茅草屋入面，嗰個地方都會變成一塊生機盎然嘅福地，鳥語花香，人來人往。你去睇下啲真正長壽、真正有福氣嘅老人，佢哋唔一定有錢，唔一定有勢，但係佢哋一定有一個共同點：心寬心分一尺，路寬一丈壁虎。點解會嚟？唔係因為佢改變咗你嘅風水，而係你最近嘅心變咗，你開始變得包容，開始學識放下，開始唔同爛人爛事糾纏，開始每日同自己講：算啦，冇所謂，會好嘅。係你嘅心變好咗，導致你屋企嘅氣變好咗，先將呢隻吉祥嘅靈物招惹過嚟。一切嘅根源都喺你自己身上，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同。你先係自己唯一嘅救世主，你先係自家風水嘅總設計師。各位朋友，今日我哋從一隻細細嘅壁虎傾到儒釋道嘅智慧，傾到千古名人嘅興衰，傾到現代人嘅痛點同卡點，更傾到我哋每個人心入面嘅嗰堵牆。希望呢番說話可以喺你心入面種落一顆轉機嘅種子。從今日起，再見到壁虎唔好再怕，唔好再趕遠遠咁睇住佢，對佢微笑一下，喺心入面講一聲多謝，我知道點做啦。此時此刻能夠睇到呢度嘅朋友，說明你嘅能量已經完全同呢份內容同頻共振，你嘅運勢從呢一刻起已經同之前完全唔一樣啦。最後我想同你講幾句掏心窩嘅話，你知唔知你點解活得咁攰？唔係因為你不夠努力，唔係因為你不夠善良，亦都唔係因為你命唔好，而係因為你心入面裝咗太多唔該裝嘅嘢。你裝住一文不值嘅面子，裝住對你惡語相向嘅人，裝住3年前就已經死咗嘅關係，裝住根本唔可能實現嘅完美主義，裝住人哋對你嘅評價，亂裝住細個受過嘅委屈。
你心入面堆滿咗呢啲垃圾，點可能輕鬆？點可能轉運？點可能瞓得着覺？壁虎都知道將尾巴斷掉先至可以換命。你點解就唔知道將啲消耗你嘅嘢扔出去呢？如果你聽懂咗，如果你受夠咗，如果你真係想從而家開始讓自己嘅人生換一種活法，咁請你將呢份能量同智慧轉發俾你此刻最關心嘅家人朋友，轉發到你嘅朋友圈，呢個叫法布施。你將呢份能量同智慧傳遞出去，佢會喺你睇唔見嘅地方加倍、10倍、100倍咁回流翻你身上。呢個係鐵律千年不變。再同你講，最後一句就係自助者，度度覺悟人，冇人可以替你轉運，除咗你自己。願你從今日開始守住善念，守住初心，喺你自己嘅道路上好似手工一樣行得穩當，活得自在。我等住你嚟報喜。